这个风寒大作战，婚姻赛地有农民举应菜去荡香，特别伫菜园大埔旁。另外，启东乡的金蕉农是甲所有的金蕉拢种套地啊，就惊一个四角叉付出的心血会种乌有去。今仔日风真透，西地农民伫菜园大埔旁保护应菜。现在本来就是冬天比较怕冷。农民讲，大埔旁会当保护应菜袂去冻伤，啊，若分林启东乡种金蕉的人，嘛惊金蕉会寒死。卖相就歹啊，好，所以咱爱做头前先啊，爱落差无甲包的落差。原来加温会互金蕉变歹，所以金蕉农特别用布袋啊，甲规间的金蕉全部包起来，都亲像浸一领叶仔共款。啊，若国溪乡金泉往来农民嘛做好风寒的准备，因为佫无偌久就当收成。这少数几棵已经红了。农民特别用乌布甲规排往来砍掉花，因为惊往来结霜。这个果子特别收成啊，农民尽心力保护家己的心血，希望果子拢会当花甲真大圈。